继续在地人在地情，这个彰化八卦山大佛风景区，即摆当咧举办月影灯柜的展览，每一暝拢有光雕的表演，讲会一直等到过年后新历的3月初3。 璀璨电工甲大佛光雕秀伫咧八卦山大佛风景区，逐工暗时5点半到10点，每半点钟点演一派。立功历史彰化鬼影灯柜即马当伫咧进行。这次总共有8大我们的这个区域，那我们是以龙跟我们的这个大佛为我们主要的一个展区哦。彰化县长王惠美讲，日日看花，暗时赏听。新正年初1到16会伫咧溪洲公园举办花伫咧彰化活动。白天看花。 晚上看灯，一起来这个再来彰化吃美食哦。王县长讲，第一个山川，还有囡仔爱耍的西北虾，喺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期间，伫咧彰化消费300块以上的收据含发票，或者是现场甲爱耍彰化赖的好朋友，得当免费坐一派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